有真侪社区活动中心，明拢变做是宗教据点提供服务。伫台南东区有7个里独独文圣里无室内空间通好使用。这东区区公所也回应讲，要去公用建设里面要有共识。进前已经有开公听会，也请这里长带头来联署。 大学学生带济时大人对着音乐的节奏跳舞活动经过。台南东区文心里参昆山科技大学合作办健康促进活动，因为社区无活动中心，只好伫公园办，大概大粒汗、细粒汗。里长无奈讲，有里面甲反映等20档啊，白白有纳税金，是安怎连一个活动中心都无。另外在地人嘛有无共的声音，有人烦恼起伫公园内会破坏生态环境。办一个活动啊，都迄外面热时啊，落雨啊，怕说。 设立了之后会影响他的视线，影响他的那个我们活动的那个感觉啦。原先就是讲啊，无卖去啊，都甲隔壁合并嘛，这样就有现成的嘛。但是咱嘛无咱合并啊，我嘛甲公所建议合并起来。 我要办活动，办什么？我们可以错开时间。文心里人口要我6000人，东区7个里，干那因无室内空间通使用。东区区公所回应，因积极咧找适合的地。不过上重要的是，里面要有共识。根据国委会资料，按算2025年，台湾政业超高龄社会。昆山科大老师指出，推测长照2.0政策，优先空间上欠缺。 伊认为有必要爱去活动中心，借由这样的一个空间来运作，包括很多的运动设施啊，或者是赋能的设施啊，让更多的空间、更多的里民可以在这样的不一样的活动的选择。我们有办理相关的公听会，还有邀请我们的民众来做一个大家集思广益，好，那大概有找出一个比较适合的点。在地里面望市府会当听到因的心声，台南市东区区长表示，前一站有请里长先做联署，目前也搁咧拼过半数。记者咧上台南采访报道。